乡亲啊，有关这个小坑风台兰屿气象站，昨所测到上大的阵风的风速，每1秒是95.2公尺，是有史以来所测到上大的风速。除了是因为这个风台北直接通过兰屿之外，也有这个风台夹带的小加利亚风嘛真旺盛。这个小坑风台早起的8点20分，第一站来登陆到恒春半岛了后，搁回到海上，是毋是会搁回头第2届来登陆呢？气象署讲，目前的研判是未啦。另外，今仔日无晓风台界的导航，今仔日是伫个新屋测到10级的阵风，已经达到风台界的标准了。风受到头，这招牌强要落来。小坑风台过境恒春半岛行路，拢是风吹来物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屏东恒春市区，你可以看到我其实站都快站不稳，因为这风势实在是非常的强哦。树啊倒去，学校栏杆外口的铁枝啊拢变形。记者徛袂在，看这个雷达的回波图，就知影讲小坑风台早起8点20分的时，捌登陆恒春，也毋过无偌久。又搁随行到海上，因为安尼，和这个风台结构无受到地形的影响。前气象局长郑明典抛出气象所的观测图，第二站的7点57分，上大的阵风超过17级，真正有够恐怖。甚至伫暗时9点53分，兰屿风速到每秒95公尺2，风力超过17级，是有史以来上强的风速。台风的内部有一些非常小型的龙卷风啦，或者是特别旺盛的这个对流经过这个情况那风向又刚好的这个情形底下呢，就产生了一个这么剧烈的一个风速，每秒95.2公尺呢。如果我们换算成这个每小时多少公里的话呢，其实已经有达到这个343公里的每小时的这个速度每小时可能超过200多公里以上的话，其实就已经是一个龙卷风等级的一个风速的一个状况风台带来强风大雨，搁兼有线呐，嘛为风台经过兰屿甲恒春带来真大的风雨。台湾西半部受到极光效应的影响，西半部的风嘛真透，澎湖已经测到上大的阵风13级，桃园新屋嘛有10级。台南8级，这强的风甲雨，估计持续到半暝。小坑风台创造气象观测的新纪录，威力真正惊人。Hello， 我是冯维之。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